天时的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2019新型冠状病毒，为去年的12月，在中国武汉爆发肺炎的疫情以来，快速来拓开，全球主要的城市容易中到，全世界已经有几啊万人去感染到。这波来甲上界的病毒，目前也无药通治，所以世界各国拢严阵以待。台湾嘛特别来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，嘛伫个机场甲医疗院所来设一道搁一道严密的防线，除了抢救人命，嘛要来阻断疫情的扩张。调离个武汉疫区的台湾民众，为着要提供因更加完善的防疫甲医疗的照护，第一台的包机2月初3为武汉直飞台湾，甲247位台商甲家属载回来。一路上，为机场、海关到集中检疫的场所，每一个关卡防疫拢唔敢漏交。卫福部长陈时中嘛亲身坐镇指挥，这是台湾医疗史上上大规模的防疫的行动。武汉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，却爆出不明病毒性肺炎。有一个新型2019冠状病毒的确诊个案。上头搭载的是首批滞留武汉的台商，一共247名。跨越1000公里的距离，经过12天的等待，停留武汉的台湾人总算踏上回家的路。飞机一落地就开往维修病隔离。2月初3深夜11点外，中国武汉直飞台湾的包机到桃园机场，撇回247位受困疫区的台商甲民众，机场所有人拢挂嘴暗，真侪人惨袂掉欢喜的心情。机舱门也未开，就对座位起身。200多个人行入电梯推了后，全副武装的国军化学兵马上伫楼梯喷消毒剂，尚未到入境检疫就发现1人发烧，2个人有呼吸道的症状，3个人马上送上救护车，这拢被隔离治疗。另外，也有一个细汉囡仔巴肚疼，又家长被动治这架班机本来有计初3暗6点50分对武汉起飞，又有乘客原先所填的资料甲登记资料无符合，经过重新核对，造成班机延迟到9点40分才启程。深夜11点40分，班机落地，等甲乘客落机，马上替换上隔离衣，才开始做发烧、体检一连串的健康评估。因为人数多，流程一路进行到初时透早3点左右才结束。那时所有行李咧，拢由国军化兵进行消毒，再去经过电工扫描，最后嘛顺利通过检查。除了有症状的民众，其他242个人坐上14台游览车，车队由警车开路，环保局消毒车嘛沿路专程配消毒剂，最后车队分做3路，分别开往新北市南口、有来甲台中3个检疫所进行14天的隔离。检疫所内面所有房间拢是采取1个人1室，一段期间袂使外出，一天必须要监测两次体温，若受无爽快症状，就马上送病院，以免交叉感染的问题。那么我们分别有安全组、后勤组跟卫生组，那么进驻在每一个检疫所里头，对于这个每日的这个厨余啊或废弃物，都经过按照感染性废弃物的高标准来处理，所以可以请大家都放心。一路对机场入关，坐一游览车到检疫所，所有作业人员穿白色防护衣，定点关卡通力合作、高规格，要求每一个款载的防疫做到无漏洞。就请人小心谨慎，规暝无困，护送200多个人回到台湾。卫生部长陈时中嘛以指挥官的身份亲自坐镇指挥，这是台湾医疗史上前所未见上大规模防疫行动。华视新闻嘛专程摄影，重新记录。
消息是，上夜其中一个人伫2月7日暗时确诊感染到2019新型冠状病毒。卫生部长陈时中忍不住伫74日记者会留下难离的目屎。抱歉，在情绪控管没有做好。那不过总是大家就觉得，对，同仁打得这么努力。后来嘛，传出确诊名单无伫医生的名单内，登记人数嘛基数对244个人临时新增加做247个。行政院表示讲，我国人员伫机场门被关进前才收到名单，究竟包机是不是由中国代办主导？那时候飞机耽误了很多时间嘛，那后面的名单因为还是以台办为主的，不会以我的名单为主的。所以这些部分有一些我们还是不清楚。那后来是不是有临时联络上的人？因为我相信台办跟台协他们自己会有掌握，他们自己去申请的名单。都是这边的台协或者是这边的统战部啊，他们会打电话跟我们讲啊，要检疫啦，要怎么样啊，都统一安排啊。别人跟你统计的话，您会知道吗？就除了你们家人之外，不知道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因为都是由他们统一安排。有很多短期的、急迫性的、弱势的，并没有优先回来，所以我想这一点在后续应该要有所调整来强化。事实上，我们海基会也已经整理曾经讲海基会求助的名单，我们海基会也会作为跟对岸沟通下一批返台的重点。登记回台247个当中，有30多个中国籍的配偶，希望得到照顾的中大病患却无登记，无符合陆委会提出劳足幼童优先原则。故接续执行的这个优先旅客名册，我们希望对岸必须要与我方协商并达成一致，同时将优先旅客的名册，也希望能够在起航前一日交给我方，等到审查入境资格服务后再予执行。院长在今天非常严厉地表示，整起事件完全走样，下不为例，优先提供完整的名单供我方确认，不再允许任何的中间人居间处理。陆委会提出3大原则，未来包机回台必须要提升防检疫工作确实度，旅客名册由双方协商达成一致。这项任务前嘛需要和台湾准备充足，不过对着服用退烧药企图打击的民众，内政部长徐国勇提出严正警告。如果上机前明知道有发烧，那还吃退烧药，那这个我们会依法来处理，也就是说，他会触犯相关的社会秩序维护法。那他的健康声明里面，那就会伪造文书的问题，那我们都会依法来办理。包机作业流程要赶紧检讨。原本2月7号要对武汉飞到台湾的班机临时取消，真侪充满期待、做好准备的人，心情对天堂抱了谷底。我们所有的人全部都坐在大巴车上，都坐好了，就是等司机开车，司机也都就位了。然后社财事务科科长突然跳上车说：“很抱歉，我们刚接到省里面的电话，省台办的电话，国台办的电话，说台湾当局不让飞，他们说现在通通都取消了，我们现在回来又变成遥遥无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。”原本是这么靠近，即马煞变甲如此遥远。提离武汉大伤甲民众，政府一方面来抢救人命，另外一方面嘛要兼顾广大国人安全防护。伫人权甲安全之间，这场防疫之战要安怎存在，来请省市持续检讨。